若是到迄个时已经满，上帝找伊的囝对负人人来出世，出世伫律法的来赎回律法的人，互咱受设立做囝。咱来吟圣诗，圣诗69首。会众请起立。用主家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人。无你带阮入伫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耶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上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有活命。阿门。请坐。大家来启应文42篇，嘛是以赛亚书第11章，启应文42篇。亚瑟的老树头为不义，上主的神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神。敬畏上主是伊的欢喜，
伊要照目睭所看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车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被害者。伊要用公义治理。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牛母甲熊会做伙食草。这些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冷的鸭仔会伫蛇的空口佚佗。伫我圣山的逐所在，因为对上主的人物会普及全地。三甲额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阿爸爸上帝，伫即个大港节的主日，阮备万心要来庆祝耶稣的降生，求上帝来帮助阮，会当搁一届伫主你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准备好家己来领受主你满满的恩典。主嘛求你帮助阮，会当活出好的见证，来回应主你的疼甲恩典。圣诞节教会有足侪的活动，求主用这个活动，互较侪人会当体会主你所赏赐的平安甲毋忘。嘛求主佮互调佮较侪的兄弟姊妹会当相甲参与伫教会的事工内底。求主甲阮伫地，阮的恳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学乐。请圣歌队。
多谢献歌队足水的歌声。咱要来读圣经，今仔日的圣经有2个所在，一个是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个67到79节。路加福音第1章46到55节，67到79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那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敬畏伊的人，伊怜悯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气力，心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有权能的人，伊愈会为；卑微的人，伊升伊做权；枵的人，伊用好物互食甲饱；富的人，伊互伊空空倒去。伊辅助伊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实录。予阿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永世代。这个是路加福音第1章67到79节。伊的老爸撒加利亚就互圣神充满，做先知来讲：着俄勒主以色列的上帝，因为伊有看过伊的百姓，来赎回伊，替咱兴起拯救的角，伫伊的奴仆大卫的家。照伊对有世间以来用伊的圣的先知的喙所讲的，就是救咱脱离对敌，甲纪拿怨恨咱的人的手，来行怜悯伫咱的列祖，来纪念伊圣的约，就是甲咱的祖阿伯拉罕所受的蛇，互咱已经脱离遮个对敌的手，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用伊无惊来服侍伊，婴仔，你嘛要称做至悬的先知，因为伊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陪伴伊的路，互伊的百姓对着赦罪，对得着赦罪，就知拯救的阮。为着咱的上帝怜悯的心，对安尼，互早起时的日，对顶面来到伫咱。来照遮个坐伫黑暗甲死荫中的人，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行出来的人。正道，请张牧师。
咱做同心，做来祈祷。至圣的爸，全能的上帝，愿即时对四面八方来组织，伫你的圣殿，求你安静阮的心，求你互阮暂时放落一切世情俗事的搅扰，求你互阮袂记你外面为着选举、为着经济、为着国际的战争、为着各种世界无法度通解决的问题来困扰阮，只是阮的心，敢若全部要来仰望上帝。特别到伫即个年底，每一届圣诞节的时，做你的百姓，做一个基督徒，阮逐个人拢无用气气，为着要庆祝圣诞，总是阮亲像迄个马代一样。伫无用的中间，心就忙乱，直到袂晓经迄个上好的。恳求你，互阮伫圣诞节的时安静落来，互阮享受迄个圣诞的平安，互阮享受迄个圣诞的喜乐，搁较帮赞用圣心，互阮知影到底圣诞节阮是咧欢喜什么，阮是咧庆祝什么。主特别到伫即个圣诞节，也是年尾的时，毋若干教会，就是每一人个人也拢咧回顾过去的日子，三甲计划头前所要行新的年度的迄个路站。主，阮年纪哪大，哪感受到，阮是有限的存在。今年毋知是阮所经过第几个圣诞，伫世间。阮也咧喘即个气的时，也阁有几个圣诞咧听候阮。求你帮助阮，搁较珍惜每一个圣诞节，互阮因为时间渐渐流逝，阮的时间哪来哪少，因为安尼，阮搁较仰望基督的降生。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降生，你的救恩，才互阮看见头前的愿望。才互阮知影，即个世间甲其中的一切，包括阮的性命、肉体性命，拢要过去。只有上帝你的救恩，互阮看见迄个国活、永恒、新的天、新的地的期待。这也是阮迎接主降生上大的喜乐。求你互阮把握着，得到主你的救恩，用安尼来欢喜，用安尼来庆祝。头前的日子，不管有甚物款的条件，主，我要学习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我主最大。我要学习撒加利亚讲，因为阮得到这个救恩，就要用诚、用敬、用公义、用无惊，一世人来侍奉你，直到阮受你敬调去到迄个永远的国度。求你帮助人真有限的传达甲人脉，上帝你奥妙的真理。伫今日敬拜，通过圣神对阮每一个无共款需要的兄弟姊妹讲话，基督靠耶稣的圣名来恳求，阿免。今日我想要用甲大家圣诞颂歌这个题目来甲咱分享。我想咱大家已经拢经过几啊年的圣诞节，我毋知影你对过去所经过的圣诞，你上大的印象是甚物？我真福气，因为出世伫基督徒的家庭，所以我圣诞节的时，拢会老爸老母拢会准备圣诞树吼。我鼓励咱，如果咱厝里还阁有孙仔有囝儿，即个圣诞树是一个真好的回忆，非常的水。囡仔伫迄个所在三角，伫遐来装饰，伫遐来互迄个圣诞灯伫遐暗示。大家看到迄就感觉真温暖。你的圣诞节的印象检菜无一定爱是圣诞老公公送的遮礼物等等遮。我看最近台湾的社会嘛会真利用遮宗教祭祀，不管是妈祖生，对因来讲，圣诞节是耶稣的生日，所以遮政府也为着
即个全世界过节的气氛。即个听伊讲是今年台北新北市耶诞城的布置啊，最近行伫中孝东路，看见遮个圣诞树哦，拢装甲非常的水，大家拢伫迄个所在来显现出即个圣诞的气氛。对基督徒来讲，圣诞节咱足无用，圣诞生活队即马前一两个月前都开始拢加班，一直咧练习。咱搁2礼拜要庆祝圣诞，我看各团体嘛足无用。圣诞节都敢若印象就是无用，啊，就是有遮个时间，咱圣诞甲拜堂也布置甲非常诶温馨啦吼，特别暗时，咱有一年工程做甲真大吼，所以规个圣诞灯拢。甲咱的教会拢扎起来吼，即较以前。即摆咱有小较简化，总是嘛还阁真好。如果你伫圣诞节前有机会暗时来这27巷遮行巷小可看外口的圣诞树，看咱穿的为着咱布置的圣诞灯，你会感觉真温馨。坐在遐坐一时坐伫迄个所在来祈祷。我想这咱是咱伫圣诞节的时上需要安静的时刻。所以圣诞，咱需要这视觉效果有看到，看见这个特别，即马生理人足重视圣诞节，因为至少对后面的世界，圣诞节是因上重要的迄个迄个小的季节，所以一般伫美国，你若Thanksgiving过了，迄个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 开始，到圣诞节，这超4礼拜久、5礼拜久，是规个遮个这沃尔玛也好啦 ，Costco 也好，这所有的店，差不多这段时间因的营业额是规年的1/5，至少1/5。这若毋是干那遮个即个小卖的商店。所以上咱嘛看见台湾讲第4季咱的出口减退等等因为即马逐个人较无钱，可能较无用买遮个物件，所以遮个货运各方面迄个因的利润就减少。我想咱拢爱去感受迄个气氛拢欢喜有迄个圣诞节，总是。你别想我到底是咧欢喜什么？我到底是咧庆祝什么？视觉效果真重要，总是声音的效果嘛真重要。所以我今日特别选一个咱大家拢真熟的这个圣诞歌。你会通想象一个无圣诞节音乐的圣诞节也无？伫洛杉矶有一个电台103.5。因是为圣诞为感恩节开始到圣诞节是24小时，拢放圣诞音乐，各种的圣诞音乐。这生理场你去的时阵，拢是圣诞音乐啦。你买物件，伊用迄来刺激你的买气。我想讲，如果若无一个圣诞音乐的圣诞节，到底是甚物款？音乐足重要，所以咱今仔日选择，不管是Joy to the World， 是讲即个。请来忠诚圣徒啦，小小城市百里行啦，平安眠，听天使咧，这个歌拢，那迄个音乐一出来，你马上连接到，由听觉、视觉连接到你的心。圣诞节是一个温馨、快乐、平安的事。每一个歌拢有伊独特的故事。我想上简单的讲平安夜，这个故事我想真侪人知影吼。这个Joseph Moore， 这个萨尔斯堡一间岁岁拜堂叫圣尼格拉斯圣尼格拉斯的拜堂少年的牧师伊写这个书，伊24岁写这个平安眠Holy Night、Silent Night 这个书伊这个书拢无机会通谱成曲啦吼，要甲做一个曲。咱知影伫迄个时代，拄好拿破仑伫欧洲有真侪战争真侪拢加入伫中间所以逐个人心惶惶到1818年的时，在欧洲在基督徒嘛真重视圣诞节，伫平安眠、午夜弥撒
平安暝的即个盛大的庆祝会礼拜是足重要，伊拢真爱伫迄天来做礼拜，无拍算即个小拜堂诶管风琴煞去互，讲是去互鸟鼠吼，久无收煞去互咬害去，所以拢无音乐，无音乐暗时18年，我想无像咱今仔日圣诗有遮尔侪圣诞歌，到底要安怎来经过？所以这个26岁的即个即个牧师，伊就去找伊的朋友，即个作曲家叫格鲁伯即个人，甲讲我遮有一个词吼，总是你敢毋通简单甲伊配一个曲，互咱用暗会通做伙来唱。所以伫迄个中间，即个作曲家真紧就无物件，所以直接用吉他来甲伴奏。平安夜、圣山夜这条歌就安尼来产生。迄暗就没有开天窗，甲12个囡仔组成这条唱这条第一次的首演，就是伫圣姑娘在尼格拉斯这个拜堂唱。总是唱了就当然小拜堂唱了就无人注意无人去传，是后来。因为拜堂的风琴需要人修理，所以有一个这个莫尔切这个风琴的修理师来到遮来修理。修理了当然需要试一个音，到底修理了音好毋好？所以这个牧师甲讲我2年前有一条几年前有这条歌，无你用这条歌来弹看觅，伊弹了这个风琴的修理师，真好听，很平静，很安详。我敢袂通甲这个破抄。互我会通带等于我家己的教会也是安尼，对安尼开始，这条歌渐成做全世界上出名圣诞节的歌。我看网络是讲，这个是互联合国文教基金会讲是非文化的遗产一首歌。这个就是作曲家甲作词这2个图。听讲即摆来去到迄萨尔斯堡，真侪人拢爱去看即间拜堂。即摆即间拜堂为着即条歌也真出名，也变做真大间一个拜堂。即个是平安暝背后的一个故事。上帝用即首歌也伫各种时代安慰真侪人。咱知影伫战争的中间，即条歌唱出来了，互双方拢暂时放落武器。有足侪因为即条歌所引起其他的故事。这条歌对你甲我可能也有无共款的意义。咱真感谢上帝有这个圣诞颂歌。另外一个爱介绍的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差不多我即摆逐年伫圣诞节这阵一定爱听的一首歌，实在非常的水。这是韩德尔虽然是伊创作孤节真艰难的时刻1741年伊的朋友将伊伫圣经以赛亚到伫耶稣诞生遮预言等等谱一些歌词交互即个韩德尔所以1741年8月29这日子拢写开始，伊摕到这个时阵，上帝圣神互伊感动。咱知韩德尔即个弥赛亚为头一首音乐第一个音符到最后前后演奏爱2点半钟，我也毋捌听过。真侪即马弥赛亚咧唱，拢减一寡吼，差不多互伊控制伫差不多2点钟以内。规首是爱2点半钟，2点半钟分做有弦乐、有男高音、女高音合唱等等，拢总50-60首的歌。当然，伊到底用偌侪时间，有真侪讲法吼。毋过会通确定是用足短时间就完成规首的弥赛亚，有人讲是24天。当然有一寡传说是讲伊迄个时阵是真正是完全融入伫迄个圣经的语言甲音乐的中间。这个中间有真侪作曲家因对上帝敬畏圣神的感动今仔日这个歌嘛，互咱非常的感动。上出名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互英国的国王都爱徛起来听因为伫万王的王、万主的主的下面，每一人拢来谦卑。这个歌咱今日真熟，总是我咧想讲
第一个圣诞节，敢拢无歌？我想是无旋律啦吼，无迄个歌。总是事实上有真侪歌词。伫迄个时代，有真侪上帝圣神感动的人，圣诞的人物，因为着因基督特别降生，也是已经降生，因写一寡因的祈祷文也好，因的感谢也好，所以迄个我甲好名就是圣诞颂歌。伫路加福音里人找着4首，咱今仔日来讲头前即2首。第一首是玛利亚尊主颂吼，我心尊敬我主最大。第2首是行失了约翰的老爸，叫做撒加利亚，祭司撒加利亚。甲12小先知迄个撒加利亚是无共款，12小先知嘛一个叫做撒加利亚，总是约翰行失了约翰老爸嘛是叫做撒加利亚。第3首是荣耀颂，就是天君天使去报各样的人因所唱的。至悬的威严跟归伫上帝，地上和平归伫伊所欢喜的人，真底一个荣耀颂。第4首是一个老人，当耶稣的爸母带伊叫圣殿要献，要献即个婴儿礼的时阵，即个西面，即个老人接到即个囡仔，伫上帝圣神感动下面，伊唱西面颂。即个咱第2届，咱再过来讲即个。咱先来讲头前即2首圣诞颂歌。你捌想过玛利亚即个角色啊无？上帝为什么伫以色列人遐尼侪中间，伊无去耶路撒冷，无去较大的城市，伊去找加利利地区拿撒勒的一个查某囡仔？玛利亚有啥物特别？有时我想讲，今仔日用台湾来讲，咱个偏远的地区，伊去这个乡村，也是去倒位较偏远的所在，然后上帝的天使甲一个查某囡仔讲，你要怀孕生囝。上帝安怎去找这个人，咱实在是毋知影。伊的主权，伊使用玛利亚来成就伊的旨意。咱若看路加1章28节，这话我家己咧读的时阵，我感觉我若徛伫玛利亚的立场，我会感觉，这是啥物叫做恩典啊？天使甲伊讲，你是得到大恩的人主会甲你三甲伫咧，你毋免惊。因为上帝恩典要互你怀孕生囝。对一个未结婚的人，你讲我要怀孕生囝，这个是什么款的恩典？毋然安尼甲讲，你也这个囝号名叫耶稣。我甲你讲，这个伊要做大，你所怀的这个因将来要伫你的腹肚内底9个月，伊要称做至悬的囝。何能？我要承受这么大的恩典，毋然安尼，伫玛利亚的立场，伊想讲上帝要用伊的做代笔的为互伊。玛利亚敢会想讲，我代笔是君王呢？所以你会讲我这个婴仔将来是要做王，是要做政治领袖，是要来做以色列雅各家。伊的权柄会真大，伊的国无穷尽。伫玛利亚还无了解耶稣的角色以前。这种的恩典是大过到伊我通承受的阶段，所以真自然，伊甲天使讲，我无嫁人，你讲我要怀孕生囝，今仔为怀孕伫咱的社会，可能毋是真奇怪的代志。所以伫迄个时代，伫封闭的社会，一个还未结婚的人，伊要怀孕生囝，你讲这个佫是圣神呢？这什么人要相信？什么人我通接受？你讲这个是上帝囝，这个恩典大到我都通承受。天使互伊一个案例啦，天使讲无安尼，我甲你讲，你的亲戚你的亲情伊丽莎白，毋知是表姐是堂姐啦你知影伊已经老，嘛毋捌怀孕过，人讲已经无5梦已经过怀孕的期啊。总是我甲你讲即马伊已经有新6月日久，因为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无力。
所以咱就小可爱有一点仔圣经的这地理常识。伊丽莎白怀孕6个月，伊即个亲情玛利亚毋知影，为什么？因为伊丽莎白伊住伫犹太地区，天使讲上帝要使用你来成就伊的旨意，所以咱会通讲，这实际上是真无法承受的。你讲是稳定，对我是重担，对我是无法度通承担的责任。对我是我毋知会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伊互伊讲无你去证明讲我讲的话，毋是白讲的，迄个袂是无法度人怀孕的，已经老的，迄个亲情，迄个伊丽莎白，即马有6个月，所以咱去想象，如果你是玛利亚，如果咱是一个平凡的人，去接受到即种的宣告，你一定会足侪怀疑的。你一直感觉讲，我若有法通推辞，我就推辞。我要付出什么款的代价？我的未婚夫约瑟敢要相信这个话？我要安怎面对社会压力？你搁讲这个是至关上帝的囝，这上帝的囝，我一个这么平凡无完全的人，我要安怎来教育伊、养饲伊？这特殊的小生命，这问题是太大，大到我无法度通马上来处理的。总是当天使甲伊讲，路加1章38节，伊讲我是上帝的女婢，我的性命上帝赏赐，我的人生上帝带领。伊不管什么款的旨意伫我的身上，我愿意上帝的旨意来成就，伊的旨意伫我的身上。所以咱看见玛利亚听了后嘛，毋是讲伊就安尼就爱相信，伊真正去求证。所以玛利亚起身，伊就去山地。咱知为拿撒勒行到犹太一个城，毋知伊无写倒一个城。伫撒加利亚，即个是伊表姐夫还是堂姐夫，无讲真清楚。伊去请安伊丽莎白，伊讲敢有影？你甲应该怀孕6个月。伊丽莎白听见玛利亚来时，伊讲胎孕伫腹肚内就着跳。我毋知影，咱中间的姊妹6个月恁怀孕的时候，迄个胎动到什么程度啦？吼，我毋知影无，可能已经开始有胎动。咱问个小儿科医生还是妇产科医生，总是就是伊丽莎白讲我为什么你来的时，你问的时，我腹肚内即个婴仔胎动遮尔厉害，所以伊互信心充满，讲你是得到福气的，你会通得到即个怀孕嘛是福气。伊讲你怀的迄个婴仔是我的主，这个就是这个长辈甲讲，你的婴仔还未出世的，这将来是我的主。我对倒落会通得到安尼，我会通听见我的主的老母来称安我，新的婚姻也有福气，因为上帝所甲讲的话，伊特别应验。所以伊丽莎白甲讲这话了后，玛利亚伊做一个祈祷，这咱圣经甲伊叫做尊主颂。伊讲既然是安尼，我的心尊敬我主最大，我的心我的灵要因为上帝来欢喜。虽然无一定即个问题是我无法承受的，无一定即个是我无能力通好去完成的。总是我要因为我的救主来欢喜，伊看看我一个女婢无地位真无完全的人，所以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今仔迄个有关联的，伫我的身上要成就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后来才会话。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来看见，伫玛利亚的尊主颂内底有几个重点，互咱来学习。我的性命上帝赏赐，我的人生上帝带领，我的心永远尊主最大。不管我拄着即个代志是我爱拄着，我无爱拄着，我无欢喜的，我心永远尊重上帝伫我生命中的主权。因为如果不幸我得癌，如果今日不幸我拄着什么款大的代志，上帝愿你的旨意直正伫我的身上。我的灵要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我知影我这个肉体是遮无完全，总是你所赏赐这个基督，伊会救恩，互我
对伫将来有盼望，对伫永远的活命，对伫你所享受迄个新的天新的地，有一天世间甲其中一切拢会过去。总是我伫新的天新的地，我要甲我或者的亲人朋友伫地上所有的关系，以及甲上帝关系是完全无受罪恶的阻碍。我的心要常常喜乐，我要信靠来荣耀，得到福气。所以，阮去希腊罗马，你会看见，特别是天主教，伫信教了，咱真尊敬玛利亚，总是无甲伊伤过头神格化。总是如果你若去欧洲这国家，你来看见，真正万世在请玛利亚之福气，一个平凡的女子是基督对伊来出世。然后伊就讲到一大段的话，伊讲即个上帝对敬畏伊的人，伊要怜悯伊到代代，毋是干那我即代，伊嘛要怜悯我后一代等等。心智骄傲的人，有一天烟消云散。即摆有权力的人伫倒位？罗马帝国伫倒位？希特勒伫倒位？将来习近平伫倒位？蔡英文伫倒位？有一天拢，这些代志拢会过去。总是谦卑的人会得到高升，妖魔的人会通得到巴结。这些话你敢会想到，甲耶稣山上宝训有迄种互相对应的，迄种迄个因素。咬喙打希望伊的人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咱谦卑来求讨的人，怜悯人的人有福气。所以玛利亚的尊主颂甲耶稣的八福有互相对应的迄种的功效。然后讲上帝当时互亚伯拉罕，因两个拢讲到亚伯拉罕，上帝甲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对你的子孙要出一个王伊的国权到万世代。别人要因为你，甲你的后裔来得到福气，这些拢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得到应验。所以咱对玛利亚学习的，事实上，我对玛利亚的学习是真侪代志临到咱拢毋知影。总是咱甲遮个代志藏伫心内，伫遐慢慢想，慢慢尊重上帝主权甲伊的伊对咱的安排。所以你看，敢若路加就好，路加天使甲伊讲了，玛利亚不知戇命啦。我何德何能？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拄到这个代志？伊就咧想天使请安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也读中文的圣经，讲玛利亚反复思想，一定咧想，定咧想，虽然无完全的答案。然后第二段2章18节。当遐各样的来到马槽来敬拜这个出世的婴仔的时阵，玛利亚甲这个话记条条，心内常常咧想：确实天使当时对我讲的，这个婴仔不太一样哦，不太一样，甲我所想的无同。然后伊带囡仔去到圣殿互西面伫迄个所在讲，将来这个婴仔要互真侪人得救，总是你的心会互抢插。你会非常的痛苦，伊的爸甲伊的母奇怪，我毋捌你啊西面，你讲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奇怪所论婴仔的事，路加2章33节。然后有一天到耶稣12岁，要行成人礼带去到圣殿，然后走失了以后，伊佫倒转去找，看见这个少年耶稣12岁，竟然甲经学士甲这个祭司咧讨论一寡真理律法的代志。伊伫遐甲责备讲：“你互阮遮尔担心。”但是，耶稣就甲因做伙倒转去到拿撒勒，伫遐来做一个囝儿友好因。所以伊的老母知影，真的不一样。上帝将这个婴仔，将这个性命交代我将这个话记条条。我想到伫十字架下面，伊嘛也无了解完全对主耶稣的意思。所以，这个平凡的富人人，这个平凡甲你甲我同款无完全的人，伊对上帝予伊生命的安排，我无明白，总是我愿意尊重，我愿意完全顺服。我相信上帝，你予我拄到这个代志，一定有你美好的旨意。我勇敢面对，只要我得到迄个救恩，得到迄个基督。咱第2首的圣诞颂歌是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祭司，伊是行洗礼约翰的老爸。咱大概小可看讲即个代志的前后。咱知犹大王希律迄个分封的王。即个祭司咱知影，当时已经发展到祭司人数真多，所以因分班处。轮到即班你即个月来圣殿侍奉，有人要来献祭，有人要来敬拜上帝。你即个团契，你即个祭司班来负责，伊是属灵阿比亚的即个祭司。当然祭司拢是亚伦的后裔，伊的某嘛是，伊利沙伯嘛是亚伦的后裔。因两人，上帝讲是义的人，照主一切都来行，无通嫌。总是有一个遗憾，甲阿伯拉罕共款，因无囝，因为伊的太太未怀孕，两人年岁也已经老，无五望啊。即天撒加利亚照伊所安排班处来做祭司的职分。佫真好运，照抽口什么人会通入圣殿烧香？是有限的，是用抽口抽签。撒加利亚得到抽签入主的圣殿来烧香。所以伊咧烧香的时阵，敢祭司一个人伫内底尔，百姓伫外面咧听候祈祷。所以咱会通想到，即两个人实在是甲阿伯拉罕共款是正直义人。咱人生有足侪满足、感谢的事，总是嘛有遗憾。就是因无囝儿，伊伫迄个所在烧香的时，天使甲伊显现，伊戆眼惊遐，没有想到我竟然拄会着上帝。有时我想咱嘛是会安尼，你无想到的时阵，无想到的所在，忽然间上帝会临到，伫你，互咱真正戆眼惊遐，没有那个准备心。你今来做礼拜时，你嘛无准备心，我今日我会拄着上帝。搞不好今日上帝圣神咧对你讲什么款的话？撒加利亚天使甲伊讲，你毋免惊啦吼，因为你的祈祷已经听见。撒加利亚祈祷啥？我相信伊是咧祈祷讲上帝我人生上大遗憾是无囝，是毋是会通赏赐我一个囝？虽然我的某已经遐尔年纪遐尔大，天使讲你的某伊丽莎白伊会生。然后你爱甲伊号名叫约翰，甚至名拢甲伊号好，你免欢喜快乐。因为侪人要为着即个囡仔的出世来欢喜，因为伊伫主的面前要做大。咱顶礼拜讲，即人就是的时阵都讲着，耶稣讲，妇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行洗礼约翰搁较大的，是伊伫上帝面前是做大的。你毋通互伊啉酒，任何酒拢袂通打。伊要互侪以色列人活倒转来，伊要行伫主的头前，伊要亲像以利亚这个对照咱顶礼拜马勒基有言基督出世是以利亚，迄个要差遣以利亚就是行洗礼约翰。伊到的时阵要互老爸的心转向囝，通过基督，咱的心转向老爸，互背逆的人、趁义人的地，为着主备办合用的百姓。这是行洗礼约翰的任务你的囝要完成这个任务。伊的反应是我哪会知影有即个代志？我已经老你咧讲我会祈祷得到听，我毋相信。天使甲伊讲是加别的天使嘛有名啦咱知影我是加别的，伫上帝面前，我今日来甲伊讲这话，我报你即个好消息，你搁无要相信，但你爱静静袂讲话，到我讲的代志正迄天。因为你毋信我的话，所以到我讲的有言，上帝予你的到迄天来应验的时阵，你才开始会讲话。百姓听候撒加利亚即届献祭，哪会献遐久？到伊出来的时阵，看伊讲，竟然全袂晓讲话啦，下到去，知影讲即个祭司伫圣殿内有拄着什么款的代志，伊用比的甲因比意思，你知影讲，即个人开始下到积分服侍日满，伊才倒转引导。即个嘛真趣味。以利沙伯后来生产的祈祷就生囝，厝边头尾大家欢喜，因为本来未生的嘛，已经无五望甲因即个家族三甲欢喜。
第8日照因的礼，因要甲囡仔行角礼奉献礼，就是讲第8日莫甲号一个名，所以照恁老爸的名撒加利亚 Junior， 咱讲2世，美国人真侪讲1世2世 Junior， 家己号名叫撒加利亚。伊就知影无，我要家己叫约翰。我讲恁亲人中间都无人号即种名，约翰什么意思？什么？伊讲无来问撒加利亚，问伊的老爸。伊的老爸讲，伊的名是约翰，因为伊伫圣殿内底，天使就已经甲伊号名好。所以大家奇怪，两个夫妇佫无沟通的款总是两个拢讲爱甲伊号名叫约翰。大家奇怪撒加利亚的喙。竟然开始，即个事情，伊开始讲话来讹上帝，下面就是他的救恩颂即个救恩颂，我想真简单来讲，就是讲我感谢主，伊听我的祈祷，伊知影我的需要，又看顾百姓，然后我的囡仔将来要成做开路先锋，基督伊要救这个住伫黑暗中的人看见光明，因为。上帝是守约的上帝，必然是偌早以前甲伊咒抓，可能伫耶稣的时代，行色了已经是2、3千年前的。总是上帝甲必然所立的约，的确立，因为伊是信实的。所以一世人，咱伫伊的面前用诚用义无惊来。我想简单用几个，就是着俄罗主，以色列的上帝，伊对咱有。各种无共款的安排，信实守约的上帝，上帝无袂记咧伊甲人的立约，伊的应允有一天会成。对咱来讲，今日上帝主要所应允讲，我其实为着恁避难所在，我去避难所在就是要过来接你，我到的所在恁若要伫遐，我告我有一天恁若要告我，恁要得到迄个永远的活命伫上帝面前。无阁有罪恶，无阁有死亡的地盘，这是恁的对敌，要救咱脱离咱对敌的手。所以咱会通看见撒加利亚无一定想讲，为着安尼，我一世人伫伊面前要用诚、用公义，我无惊吓来服侍上帝。对早期以色列上帝是通惊的，要服侍伊是袅出来。所以今仔日因为即个恩典为基督。上帝为着咱所做的牺牲，我用诚用义无惊来服侍伊。后来救恩论其实有2段，第1段是讹了上帝，第2段是讲到伊的囝。伊讲即个婴你也要称作至高的先知。一开始就真清楚，即个囡仔是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陪伴伊的道路。换一句话来讲，我即个囝将来毋是主角啦。伊是为着迄个主角来陪伴道路的，伊是做父的，伊毋是做正。所以有个人讲我，做父的要创啥？当然嘛是爱做正。有时咱对咱的囝嘛是安尼期待。你考试爱第1名，你都爱做正，你都爱做到偌伟大。总是行色约翰的老爸伊真清楚，上帝对每一个囝儿生命位的安排，就是做父的嘛好好扮演做父的角色。你要行伫主的面前来陪伴伊的道路，互伊的百姓对伊来得到赦罪。所以顶礼拜讲，为约旦河周围足侪人，因为行洗礼约翰，因来行悔改洗礼，知影讲阮需要悔改，阮对罪无办法。行洗礼约翰讲，将来耶稣要用悔改圣神来行洗礼，互咱有圣神的印记，做上帝囝儿，来带咱的脚入平安的路。所以救恩颂有2方面，一方面是对上帝感谢，一方面对伊的囝的这个期待。所以咱今仔对咱的子孙拢有咱的期待。当然，咱嘛望伊真出发真好，拢逐项拢第1名。所以不一定第1名是啥，上帝所祝福的，我祝福伊；上帝对伊的安排是安尼，我嘛祝福伊。咱对子孙的期待甲祝福是毋是？原来共款亲像撒加利亚有即种救恩颂、救恩，上帝救恩，通过我的囝儿，会互遐踮伫黑暗的看见光明。所以，即个敬虔总是毋捌经验过神力，上帝大能的祭司，伫
伫晚年得到宝贝的囝儿，也知影即个囝儿将来所要扮演的角色。伊是个守约的主，上帝安尼讲，就要安尼行。今仔日咱今即个信仰上主要就是咱嘛相信上帝甲咱的约。通过主耶稣，你要得到救；通过主耶稣，你要得到永远的活命；通过主耶稣，你要赢过世间一切的试炼、艰难甲痛苦。所以，咱一世人伫伊面前用信、用义，无惊来服侍伊。今仔咱就用即两段圣经。尊主颂甲救恩颂的2句话来做咱今日金句，咱做伙来读啊，这两个圣经金句。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路加1章47节，来，互咱已经脱离这个对敌的手，一世人伫伊的面前用圣用义，无惊来服侍伊。路加1章74。75，因为咱上大对着是罪恶、死亡，甚至是年老，总是咱伫伊的面前无惊吓，因为上帝已经应允来救赎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通过第一个圣诞节前，这个敬畏上帝的人玛利亚的尊主颂，祭司撒加利亚的救恩论，互阮会通体会今仔日。阮犹原伫阮的心中，要唱出对圣诞阮的感谢，阮领受圣诞所互阮的祝福。感谢你，互阮一世人用圣洁、用公义、用无惊来服侍你，也照玛利亚尊主最大，不管所临到伫阮的，是互阮的心受到刺插、艰苦的。总是我的灵犹原要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有你帮助，奉主的名来恳求，阿门。吟圣诗70首，圣诗70首，会众请起立。线只来奉献，请嘉欣甲美心结束。
起立。请坐。来报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2个主日，咱点2支蜡烛，伊代表有比信心，咱用信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今仔日嘛是迄个关怀艾滋的曙光主日，请大家为着爱慈基金会代祷奉献。今仔礼拜了后，伫地下室有准备一点仔点心，欢迎大家当留落来互相交陪。今仔日礼拜了后，要伫6楼要开小会，请要洗礼也是更新的兄弟甲长老来参加。布置伫教会圣诞红。欢迎大家会当来认购吼，若是伫24号圣诞礼拜了后，会当早登去处理。若是有兴趣的，会当干事来登记，每张是200块。即礼拜是辅大宗教系老师要带学生要来参观，要认办迄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5点，礼拜日是客家的宣教纪念主日，赖德清牧师要来正道请安。第6点，礼拜日礼拜了后要开迄个圣诞庆祝会的筹备会，请团契会长拢会爱来参加，要伫6楼来开是礼拜日吼。第7点是年度要关校，所以若是有对外的奉献。要伫上班，就是后礼拜日，一定爱奉献。对教会内底，就是到24号圣诞礼拜了后，多谢大家的配合。第8点，请团契甲事工小组伫圣诞节以前，甲明年1月到3月的聚会安排交互办公室。第9点是圣诞的庆祝会，要伫12月23号下晡3点开始。这前几礼拜嘛有报告吼。3点到4点是囡仔的活动，要伫4楼。4点到6点有圣诞真正有够赞的庆祝会，就是2楼表演。6点以后就是晚餐的时。3点到4点有一个迄个老师的讲故事，然后有做一个劳作，伊爱报名，若是有要报名的，较紧找干事报名。跳蚤市集即届是要互囡仔的物件，所以若是厝里有较新的囡仔的衫、册，还是玩具，欢迎大家会当早来教会。顶悬是写讲到今仔日啦，本来是想到今仔日，但是若是厝里拄好有看到适合的物件，嘛是会当搁早来办公室。庆祝会就是报名费，就是100块，有摸彩甲暗顿。你会当甲团契做伙报名，到今仔日请大家团契今仔日爱互干事迄名单。若是家己报名的嘛会使，大家会当看迄个 QR code， 然后写了后，搁去找思涵交钱，安尼就会使。然后有啥物问题，嘛会当找干事。其他消息，所敬爱的黄宝珠牧师娘，伫11月25号过身。个别礼拜要伫明仔载11点，伫宜宾的至真一厅举行，请为伊做代祷。团契消息，长青乐活礼拜4要去户外教学，早是
高点，伫中正纪念堂的5号出口，就无顶悬写2号是毋对吼，爱5号出口啊，请大家当注意一下。好，上后是兄弟团契，后礼拜有圣诞节的例会，啊，请大家当来参加。啊，请牧师补充。咱中间毋知有需要特别欢迎甲介绍的人无？啊，有足侪是足久毋捌看的啦吼，足欢喜会通看到咱大家。啊，即马就是煞了后吼，啊，如果要甲朋友讲话吼，请咱到地下室，啊，有很简单的茶点啦，毋是午餐啦吼。午餐即马有咧计划讲看过年过了后，咱会通恢复爱餐无吼？啊，即马暂时先用简单的茶饼。啊，所以你招朋友啊，咱大家伫楼骹啊，啉一咖啡啊，食一茶饼安尼来讲话。啊，过落去就是剩迄个啊庆祝会足侪代志吼。啊，所以望咱各团体啊，咱我们全教会一起来好好来庆祝吼。安尼简单甲大家报告啊，顺续啊，大家在咧问阮无顺利的情形，阮无顺利的情形啊，望上帝旨意伫个身上显明啦吼。这98岁啊，所以起起落落。所以也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样啊，所以要搁做病院。多谢咱大家关心甲带到吼若有啥物新的消息，则搁互大家知影吼。多谢。音上营圣诗48首，会众请起立。受上帝祝福，愿主要所降生所带来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听从，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地，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灭倒。